因为技术的问题，几啊届延后发射的美国波音乘坐飞机头届载人飞行的任务，伫美东时间6月初5早起10:52，这届是成功发射。4, 3, 2, 1, ignition, and liftoff of Starliner and Atlas V, carrying 2 American heroes. 伫今天星5号载运火箭的驱动之下，星际飞行机为福州卡奈火箭太空军事基地成功发射，被送去轨道。当地升空17分钟看起来真顺利。这摆进步在2个有过太空飞行经验的太空人，为了摩尔甲惠灵斯，按上飞15点钟，车达到国际太空站轨道，差不多400公里高度射地球飞，而且搁伫遮差不多1礼拜，因进程都已经真一摆去这所在起飞进前，向团队所有人表示感谢。Sonny and I are honored to share this dream of spaceflight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. 这是波音公司第一摆载人飞行，创10年来新的纪录。We're all set up for docking tomorrow. 12:15 Eastern is the docking time. We'r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. We'll keep watching the vehicle. Today is a big step, but it's one step of many steps in this flight test. We'll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. 星际飞行机经过真长而且曲折的开发计划，佮因为真济摆技术问题，互第一摆载人飞行计划延前真一年。2019年第一摆无人试飞，因为任务计时系错误，推进这小过节偏离原定航线。2021年第二摆试飞才成功，这摆出发前几天佮发现少量氦气泄漏，各种新检时较真无严重，才总算载真正的太空人升空。按算6月14日登地球，会降落伫美国西部较偏远的山坡。公司新闻，恩文林朋友。